讲错的有，小朋友应该没有会送团队的。拥挤吧，哦，掉落跑了啊！之前他就要送，前几天没送成。很拥挤吗？在跳舞结束。我的球队来送吧，球队可以。大臭，玲玲，是永贞。还有啊，后面那位球季呢？送了多少？送了。永二，给永二送一个。